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19篇第49节到56节，耶利米书第32章16节到35节，启示录第3章14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吐出。英文的吐出是 spit out， 但是今天的主题是 spit you out。这一句是来自启示录第3章第16节的经文。这句话有一个受词，是有对象的。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有趣的经验。几年前，牧师在加州和几位朋友搭船，然后又转租了一艘小船，到这个洛杉矶外海的 Santa Catalina Island， 它的外海去海钓。那一次，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在台湾曾经当过海军退伍的年轻牧者来同行。那一天，我们海钓的收获，几乎是我们几次的海钓有史以来最丰收的一次。那原因是同行的这位年轻牧者受不了这个小船的颠簸，然后吐了。也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，吸引了不少的鱼群到我们的附近来。吐是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，是对身体无法接受的物品的一个反应。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反胃。反胃其实应该是启示录这一个经文所说的真实的意思，表达了吞不下去的这样的意涵。耶利米先知的祷告这样说道：你的计划伟大，你的作为非凡，你观察人的一举一动，照个人的行为施报应。你曾经在埃及行神迹奇事，你也一直是在以色列和列国中行神迹和奇事。所以今天你在人类中有大声望，你以神迹奇事使我们的敌人惊惶，又以大能大力领你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。你信守自己向他们祖先许下的诺言，把流奶与蜜这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。但是他们一进来就得到这土地之后，就不服从你的命令，不遵行你的教训，你命令他们做的，他们都不做，所以你使他们遭遇大灾难。以色列人的行为违逆了上帝，上帝看不到以色列人的诚心实意，他们也违背了当时候蒙受拯救离开埃及经过旷野的目的，就是要向拯救他们的上帝守节敬拜。因此上帝非常的生气，正如同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提到的老底嘉教会的行为，上帝并不接受他们。约翰说：
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天使说，那位阿们，就是忠实可靠的见证者，那位上帝创造之根源这样说：我知道你所做的，我知道你不冷不热，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，因为你像温水一样，既不冷也不热。我要从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为什么不冷不热，上帝就要把它们吐出来呢？一般认为不冷不热的温水是对身体蛮好的，那为什么约翰要说上帝不喜欢呢？或许是因为在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吧。事实上也不是，因为他们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，虽然是得罪了上帝，但却不是如同启示录所说的，因为你像温水一样，既不冷也不热，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。这个温水不是一种适合人喝的温水，而是如死水般的臭水。为什么呢？根据老底嘉的地理位置来看，老底嘉位于2个河流的交汇口，上游为一条叫做 Mander 的河，另外一边是一个 Lycus 的河。上游各有2个不同的城市，一个是希拉波利与哥罗西。希拉波利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温泉热泉城市，吸引了非常多的旅客到这里来，不但是泡温泉，他们还在因为这个泉的关系接受治疗。也因为这一带的温泉带有这种碳酸钙的矿物质，有治疗的效果，那也因为它的矿物质造成了特殊的梯形，就好像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梯田一样，就一层一层的下来，然后因为矿物质的钙化，就变成棉宝式的白色阶梯的景色。另外有一个支流哥罗西，这个城市却是著名的冷泉。冷泉也带有特殊的矿物质。那这个位于河流交汇点的老底嘉，汇集了这个希拉波利的热泉跟哥罗西的冷泉。我们就知道，就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混合2种水温的水，然后带来2种不同的矿物质。也因为呢，这个水温的改变，热泉的矿物质、冷泉的矿物质到这边就死掉了，而产生了没有温度又臭的脏水。约翰以这个水泉的情况来形容当时候老底嘉的基督徒的生命，像是死掉的矿物质死水，充满了不冷不热的水，令上帝作呕，想要把他们从口中吐掉，这个老底嘉吐掉。这是意表了老底嘉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生命没有见证，令上帝不喜欢，因为他们违反上帝的旨意。他们的生命如同不冷不热的死水，发臭的矿物质，令人作呕。因为这个经文也提醒我们现代的基督徒，
我们的生命宁可成为希利波利的这个热泉，使人能够得到医治，或者我们就成为格罗西的冷泉，使人能够心旷神怡，感受到我们生命所带来的益处。诗篇第119篇49节到56节，求你记得你向仆人许下的诺言，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希望，甚至在患难中我也受了安慰，因为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的生命。骄傲的人不断地侮辱我，我却不曾违背你的法律。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使我得安慰。我看见作恶的人背弃了你的法律，心里的怒火难以抑制。我在世上寄居，我作诗歌颂赞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在夜间想起你，我谨守你的法律，遵行你的命令，就是我的喜乐。感谢上帝赐下恩福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的基督徒，免得我们得罪上帝，让上帝吞不下我们而将我们吐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